会，阮老师的照顾，也是像是耶稣咧照顾经12个使徒，伊改变了全世界。所以求你帮助阮的教会，首先对阮是改变，后来阮的厝边也因为阮的改变来看见上帝你家己的荣耀甲尊贵。然后，互阮的社会当接受台湾的恶梦，做对小小的好，成做一个大大的光，并且上帝帮助阮，对每一个礼拜的改变，成做一世人的改变。咱将今仔日所事，互会当讲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神，互因唱出歌我的诗歌，将因所宣读、所吟出的每一句话，拢成做圣神所祝福的祈祷，互阮听的人、唱的人、讲的人，拢得到祝福。甲阮今仔思会会当讲同在，互伊所传达圣经的话，比雷公达的声更加清楚，会通叫醒要拄久的人，自从阮进入主你的真理的国度，互阮因为你的真理必着地位。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中中见面来祈求，求主你甲阮相加恩典，使我有所献。阿门。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伫圣主日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诗篇63篇第1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住在你里面》。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约翰福音15章第4节这么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把我从你面前丢弃，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救恩的喜乐，重新有乐意的灵支持我。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里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里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
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灵。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灵。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天下人的上帝，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时间会当伫遮来敬拜主。感谢你保守阮的心，保守阮的性命，保守阮会当享受每一天你所赐的平安。阿爸爸，阮恳求你赐下圣灵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会当看见，会当明白上帝你美好的旨意。求你，互阮有一粒顺服的心，互阮会当顺服伫上帝你的管教内底，互阮的心会当倚靠上帝，互阮的心会当听捌上帝你的话语。主啊，主啊，求你帮助阮，帮助阮正兄弟姊妹会当伫个每一天，拢会当有主你圣神甲阮伫地。我们要将阮的性命搁一摆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求你亲自来带领、保守甲看顾。阮伫遮献唱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唱《永远不分离》。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心听你，侧耳听你，我是有福的。我要像一棵树，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昼夜聆听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心听你，侧耳听你，我是有福，永远不分离，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
远不分离，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留心听你，侧耳听你，我是有福的，像一棵树永不枯干，常在你里面。请奏乐。我要学乐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迷失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忧愁。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个拄着朽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甲来吟圣诗，好上帝。圣诗第180首，愿主点阮中间，用国话关联，或者敬拜时间受分别做成，请咱起立吟全首。
这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也这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启文13篇，圣诗后壁面启文13篇。诗篇51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知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尔。伫你的目睭前行这落歹，伫教你讲话时显明做义。判断的时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中间，我的老母怀疑我。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伫我的腹内，你要互我得到智慧。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擦消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我会指大声吟诗，学了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唇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轻伊。阿免。咱个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群我，大家好打进前，直到救主面前。我靠主恩典，罪过得赦免。我大福气甲欢喜，是靠救主名字，请咱坐咧吟全首。
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稳定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伫圣主日，阮搁一摆组织伫圣殿同心敬拜，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亲爱的主，你伫创造世界的大生，就已经捌阮，阮也袂出老母的胎，你就经选阮。主啊，生命的奥秘，何等的奇妙！阮虽然卑微，总是你看阮做宝贝；阮虽然软弱，总是你欢喜拣选阮，搁听阮。主啊，阮要感谢你对阮无限的疼痛。主，你捌阮，你也深知阮所行一切代志。伫你的面前，阮无有道闪的所在。主啊，求你监察阮的心，互阮看见家己内面有啥物歹的念头也无。主啊，阮所行所想，若无下伫你的心意的，求你怜悯赦免阮。求圣神的光照阮的内心，除去一切黑暗、惊吓、不安、甲烦恼，互阮的心思意念会当得到更新，活出光明、喜乐，搁活新的生命。主啊，求你引带阮归向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我徛起伫台湾这个美丽国家。每一年的热天，风台拢会带来一寡灾害。阮为着即摆的南部，因为风台受到真大的损害，求主保守，互因伫灾后的中间会当有够业的帮衬，互所有受灾的，无论是伫徛家，也是伫田园的损害，拢会当得到好的帮衬，互因会当紧重建。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听阮的主耶稣，你教示阮讲，来恳求上帝的旨意成全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主啊，阮期待一个更较好的台湾，是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方式的国度。当政府的官员，也是立法委员、民意代表，因所做的，若是无符合社会期待时，人民透过民主的天赐的力量，做伙来守护这个家园，守护这个国家。主啊，求主你保守阮平安，保守台湾安全，也互阮会当团结所有人的力量，互阮成做一个民主、自由、公义、和平、正常的国家。是受主你赐福的国家，亲爱的圣神，请你来，请你充满阮，互阮伫敬拜时有你的同在，互阮的心中有满足的欢喜，互阮享受做礼拜，互阮担着稳定的滋味。亲爱的圣神，请你来，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俄勒请献歌队。现在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话。首先，咱来看旧约圣经诗篇51篇第10节到12节。诗篇51篇第10节：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奇的心，
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求你，互我悠然得到你救恩的快乐，赏赐我有自由的神来扶持我。接下来，咱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8章第10节到11节。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8章第10节。基督若踮伫恁，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神因为义活。独独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伊的神若徛起伫恁，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也要将伊的神，就是徛起伫恁的，互恁为死的身躯搁活。正道上帝的神踮伫搁活的身躯，请曾牧师。上帝所听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真欢喜有几个特别的咱的亲人，咱当时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出现。上欢喜就是咱的青年刘玉明咱有人忽然看到伊伫教会，你感觉伊介绍无离开吼？伊倒来时阵，伊佫感觉讲伊就是来做礼拜安尼尔吼。咱真感谢上帝，嘛有志源因夫妇今仔日嘛伫咱中间。相信无偌久以后，爱玲嘛会英国倒来吼。愿天父上帝也照顾拄拄得到好消息的回应，上帝互伊有一支新的目镜，互伊毋免接受手术的紧张吼。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中间最艰难，搁我的肉体，毋是将来上天堂。兄弟姊妹，咱的兄弟吴松林伊讲，我宁可永远的时阵要来领洗礼信耶稣，吼，较超过我伫教父病房的时阵曾牧师来甲我行洗礼。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是今生今世开始。愿主的国临到，愿伫地人亲就伫天人。愿主的国临到伫咱的生命中，伫今生今世，较赢过将来伫天堂。兄弟是毋是安尼？愿这个国外的主耶稣将国外的活命赏赐咱在座所信的兄弟姊妹，互咱享受，毋是干那做礼拜，享受做上帝囝儿，伫今生今世来得到上帝甲咱有备属天的福分。咱用靠谱的心，咱做伙祈祷，求圣神帮助咱听会了解，也求圣神真正将这个国外的活命，就是主耶稣国外的神。踮伫咱的人生中间，完全改变咱的生命。俗语有一句成语讲“脱胎换骨”，或者信主了基督徒最要紧的改变就是脱胎换骨。旧的念头拢真做过去，一切拢真做新的。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咱在座今仔做礼拜兄弟姊妹，咱有新的人生，有新的快乐，有新的愿望。咱用期待来发出咱的同心的祈祷，咱同心搁一摆，为着今仔日领受上帝的话来祈祷。至尊至圣的上帝，阮作为主席伫你的面前，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敬拜你。今仔日的礼拜是教会真要紧的功课，5句话中间的上尾句。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读互阮听，解说互阮听，也将这个祝福放伫阮的内底。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因为圣经的话，因为真理，阮的生命就得到光甲上帝你真理的快乐。祝福阮活伫你稳定甲真理的内底，对今生到来世，主啊，对今仔到将来永永远远。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对阮讲话，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是咱信仰告别中间的上尾句。咱逐礼拜做礼拜，吟第一首圣诗了后，大家翘个徛的时阵，师会甲咱讲：
咱要搁徛咧，咱做伙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兄弟姊妹，咱逐礼拜拢念，我毋知你已经念到会晓背啊嘛？到底咱咧念啥？敢是亲像去庙里念一个符咒安尼尔嘛？毋是。其实信仰告别中间就是咧讲起基督徒5项最基本的信仰。原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会记得牧师要甲咱做分享，就是上尾一句讲：肉体的活甲永远的活命。咱对这句话极其熟悉无比，因为常常伫告别式的时候，恁会听到师会牧师拢会讲，主耶稣讲：我甲活命在你我，既若信我的人，虽往死，也要搁要搁活。兄弟姊妹，搁我的活命毋是干那将来你火化了后死了后等主耶稣搁再来的时阵，你忽然对迄个塔林、对迄个翁仔内底对迄个土林浮起来，搁我毋是安尼尔。当然，搁我的活命是一个奥妙，真侪启示。做基督徒嘛，干那会晓念，嘛无拄拄真正想会知。或者你敢知影人？对来，也要对去。真侪人到年纪大的时阵，才会通认真去想这个问题。你敢相信？少年人拢要想着讲伊的将来好去好将，但是一个人若到一个岁数，伊开始会去想讲，我的人生剩偌长，我的将来好去好将。所以对迄个时阵，搁我的活命对年长的长辈来讲，是一个安慰。因为相信有一日目睭开了后，伊毋是死就煞，因为伊知影将来要去什么所在。伫迄个所在有上帝所收束永远的活命。咱的教会最近查经的主题，拄正到即个大卫包身的一个主题。大卫包身伫伊牧师甲咱做伙共读，做伙读伊听伊的讲道。因为伫 YouTube 顶悬是一个深奥解说新旧约圣经的一个英国的圣经学者，牧师对伊的讲经得到足大的帮助。我若咧开车的时阵，我真爱将伊的即种的圣经的解说伫我沿路咧开车，我就一直听，毋是一摆、两摆、三摆，听到落尾会当了解讲伊到底咧讲啥。这2礼拜多咧讲的主题就是咧讲伫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设的教会中间，初代教会伫欧洲中间一个新的教会，足特别的教会。但这个教会伊有一寡信仰上的无了解，就产生教会纷争。所以保罗就为着要甲因解释，伊就用写批的方式，甲这群兄弟姊妹讲解什么叫做肉体的教化。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异端的冲击。一寡黑白讲的这些老师、牧者来扰乱这间教会，所以保罗写批甲因解说讲，主耶稣基督的教化、肉体的教化到底是什么？这个大卫包身讲到保罗伊所互咱最要紧的一个观念，就是肉体的教化毋是将来的天堂，肉体的教化嘛毋是将来耶稣基督第2摆搁再来迄个时阵才发生。肉体的教化对今仔日咱开始。咱兄弟姊妹，咱的习惯、咱的想法、咱的肉体，咱要顶头生，咱要悔改认罪，咱要脱胎换骨。上帝的国临到，伫地人亲像伫天人。兄弟姊妹，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咱爱安尼用耶稣教咱的主祷文安尼祈祷讲：愿你的国临到，伫我的生命中亲像伫天堂。兄弟，你敢知即种的祈祷偌重要？伫今生今世今仔日，上帝你的国就已经进入我的活命中间。你的荣耀、你的稳定、你的权能、你所有的各种智慧以及圣信，就是互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圣信，若点伫恁的内面，恁的肉体、咱的身躯就要搁活。兄弟姊妹爱相信，肉体的搁活对今仔日开始。我以前若因为对上帝话无了解，捌做了糊涂的事。我以前若因为我个人的主张甲上帝争论，我无趁上帝的话，我行我爱行的路。忽然有一日，上帝圣神真清楚，
将伊的话进入光，放伫你的内心。咱中文讲顿悟，忽然醒起来，才知影讲啊，原来圣经咧讲就是这个意思。迄个醒起来了后，咱的观念改变，脱胎换骨。兄弟姊妹，肉体的果就是安尼。今生今世享受主耶稣所带予咱真宝贝的活命。所以今仔圣经讲，咱是耶稣基督用极大的代价，对死搁活，用十字架宝血，带咱来进入上帝所享受搁活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在座无一个人失之交臂，就是讲，迄个幸运之神来甲伊造访。擦身而过，愿咱的主耶稣伊所带来祝福，在座兄弟姊妹，不但你得着，你的囝儿孙到代代拢得着。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毋是要听大卫保孙牧师伊咧讲的圣经的载版，因为伊伫最近咧讲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阵，伊讲到使徒圣经，使徒圣经本底原无伫圣经的内底。伫圣经也未形成之前，使徒圣经先形成。伊讲5句话，恁问牧师讲对5句，恁也着去恁定心将恁的圣诗头一个上头前你也掀起来。使徒圣经，你用你的智慧家己读，读未了解来问牧师。第一，我信上帝；第二，我信耶稣基督；第三，我信圣神；第四，我相信。上帝的百姓就是一个圣洁共同的教会。第5句话讲什么？肉体的果永远的活命。为什么需要有这篇的批叫做使徒圣经？因为所有的使徒已经准备好势，整装待发，准备要将耶稣基督的祝福带到天边海角。但是因行了各说各话，你知迄个意思无？也做礼拜得长教会100个人。连听了讲道是30几年，甲曾牧师做伙生活中间，咱听讲道的角度，甲听讲道的重点，有大家人拢无共款。彼得、约翰、保罗，因要到天边海角去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因行了因所传出来教会，到最后1000年了后，拢无共款，逐间教会拢无共款。所以，因就主张讲，咱应该爱传同款的福音。所以最基本，这使徒伊毋是经过开会，因将因所看到耶稣基督，因所了解耶稣的教示，因所了解的上帝，因讲这5句话。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主耶稣是活我的人，捌死伫十字架上面，顶十字架死3日，埋葬落阴府，第3日搁活。而且耶稣的搁活。是有魂有体，会食饭有身躯摸会到，这种的搁活是真的搁活。所以耶稣基督讲：“我的身躯，教会就是我的身躯。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第4项，我信圣义共同的教会。伫普天的，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无论是东正教、犹太教，无论是罗德会，无论是浸信会，无论是长老教会。无互相批评，咱拢是同一间教会。恁的朋友若甲你讲基督教、长老教会洗礼无效果，你毋通戆我甲是讲有影安尼哦。阮的教会是规身躯拢爱洗，洗甲会清气，所以因的洗礼就是规身躯拢爱去浸。所以有的教会真爱甲咱长老教会讲，因的洗礼是无效果的，敢若滴了2-3滴水，安尼就有效吗？耶稣若有效，嘴讲话出嚟就有效啊！敢就爱规身躯拢洗嘛？2000年前的教会并嘛无一定全部拢主张是浸水礼。人相信上帝讲的话，就带有力量。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想，牧师想要甲咱分享，就是讲，主啊，互我的肉体搁活，对今仔日就开始。是真生真死。今日牧师要甲咱讲2个祈祷。第一，搁我的永远对我开始，搁我的永远对今仔日开始，对我的搁我的永远，对我这代，到我的子子孙孙到万世代。搁我是什么？顶头生圣神的洗礼，人的悔改，人的认罪，人的改变，
人的习惯，对黑暗中，对邪恶，对垃圾，对误会，脱胎换骨。甲主讲，主啊，前我认贼作父。这个世间有真侪错误的荣华富贵，我抓准伊是神，我拜伊。主对今仔日开始，我知影，你才是真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聚焦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肉体跟活甲永远的活命。对即时到将来，耶稣讲，既然有人来跟对我，伊就要伫今生得百倍，伫将来得永远。大卫鲍森牧师讲，基督徒拢相信灵魂的永远，你有相信无？伊讲一个真吊诡，互我听一条。伊讲灵魂无永远呀，伊毋是否定上帝所创造人灵魂是有永远，伊嘛相信灵魂永远，但是伊相信的灵魂的永远就是一个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伊的灵魂上帝甲伊保留。今日这话讲，毋通按我收回你的圣神，你会记无？圣经伫起头，上帝将伊的话语分给亚当，但是上帝后来看到世间人趁血气、情欲的生活中间犯罪，上帝讲：人既若属血气，我的圣神就无永远踮伫伊的内底。人真正有灵魂的永远，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咱无离开上帝。有一日，上帝若将伊宝贝赏赐，就是咱的灵魂，伊收回。英语讲 "You are nothing"， 就是讲你什么都毋是啊！你是一个博士，你是一个政府大官员，你是一个好家人。上帝若将你的灵魂收回，咱什么都毋是。兄弟姊妹，愿咱真清楚严肃，顾守咱。上帝所赏赐你的灵魂，对今日到永远，咱甲上帝讲：今生今世，来世永远。主啊，我拢要将我的生命交予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兄弟姊妹，咱明白咱所信的，那么深信咱所信的是真的，而且伊要应验，要指引伫咱今生甲来世的生活中间。耶稣的故话伫圣经的中间，上少有3个故事咧讲起肉体故话。第一，耶稣对伊所听的撒拉讲：拿撒拉出来，你会记迄个故事无？马大甲玛利亚伊的弟弟患病，叫人去甲耶稣讲：耶稣啊，拜托你紧来，你紧来，我弟弟患重病啦。耶稣讲：这个病无治到死，咱是要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无马上去看拿撒拉，但是。当伊去看拿撒勒的时阵，伊的姐姐已经将拿撒勒放伫墓里啊。伊讲死已经死啊。耶稣甲伊讲，甲墓石滚开。伊讲主啊，毋通啦，已经臭啊。耶稣甲伊讲，拿撒勒出来。拿撒勒不但出来，拿撒勒佮耶稣、马大、玛利亚，佮活一段真长的时间。安怎活？伫感情、伫印象、伫心内嘛？毋是。迄个拿撒勒是会当食饭，会当行路，会当伫马大玛利亚的身边倒个捧菜，捧遐个饼来款待主耶稣。佮有耶稣过活了后，伊伫加利利湖的边啊，伊显现互伊一群学生看。恁会记迄个故事吗？彼得已经失志，倒去加利利湖重操旧业，因为原本是一个讨戏的人，所以当伊主耶稣已经死。伊看迄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的国度，迄个国王，迄个将军，迄个弥赛亚，竟然无能为力，死伫十字架顶悬。所以彼得对耶稣有一个感慨啊！我所相信的弥赛亚，较会死咧。当伊看到伫船顶看到耶稣徛伫河边，伊讲是主，伊马上就跳咧。耶稣迄个时阵咧创啥？耶稣伫过我了后，伫迄个湖边点一炉火，听候因。伊讲掠几尾鱼来，咱来食早顿。过我主耶稣用伊的肉体甲因做的。兄弟姊妹，今仔日我讲这个故事要鼓励咱的身躯最重要。兄弟姊妹，你的身躯是圣洁的圣殿，毋通用来做放荡的路用。
好唔好？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身躯是足宝贝，咱手所做，咱嘴所讲，爱讲好话，做好事，行好路。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唔通看见咱是草地教会，嘛唔通看见咱是一个平凡的人。上帝所要使用的人是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唔通看见家己，你若看见你家己，就是看见创造你的上帝。兄弟姊妹，足严重呢！你若看见你家己，你就是看见你咧创造你的上帝。所以，各我的肉体对今仔日的礼拜开始，咱要成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人。主啊，用我的身躯来荣耀你，用我的身躯来做你圣殿，充满的圣殿。用我的一生，主虽然我是五底变两尾鱼安尼粗俗，但是主你若肯，较有无可能的代志。也在相信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要有奇妙的使用，以奇妙的作为，你相信吗？我今仔日的礼拜，咱毋是听一个道理，毋是听一个知识圣经的对叠，一句一句教恁背起来安尼尔，毋是。咱是来领受一种真正带互咱的生命有快乐的上帝圣经的话。圣经佫一摆将这话讲互咱听，主耶稣真正国话。愿主耶稣甲你讲，我所听的囝儿，你若无相信我国话，你来，我望你，你望我。多马讲，我若无望着主耶稣，我就无相信伊有国话。当耶稣甲伊讲，多马，来，望我的手，望我的骹，望我的协尾骨。这张图其实毋是翕相，这张图是后来伫欧洲的历史，经过千百年了后的艺术家画出来。这个摇旗的多马望耶稣协下骨，就是迄个肋骨中间，最后迄个枪插着。为什么枪插着？因为顶四面嘅人有死无死，罗马的兵啊，要甲伊放落来进前，拢会验死啦。验讲伊有真正死无？所以兵啊，举一支长长的枪，就甲插看卖，迄个血水有流出来无？所以耶稣身躯都有5个记号。所听兄弟姊妹，耶稣真正够啊！耶稣讲这话，表现这个是要甲咱讲，所听我的学生，天父上帝的囝儿，恁来就近我，领受圣餐，望我的身躯，我是真的，真真正正有肉体的耶稣，我是真够啊！因为初代教会有异端的教会，伊讲耶稣毋是真正的人。耶稣亲像摩西呐，保罗讲起有处理乌白讲，耶稣是100%真正的人，因为伊捌死伫十字架顶悬死3天个国王。所以兄弟姊妹，咱所信的信仰，有时咱袂了解，但是愿圣神将谦卑的心放伫恁的心内，互你因为脚步，恁相信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不但是真理。带有稳定甲快乐。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想今仔日的圣经这3段话讲互啥物？第一段话是一个祈祷，主啊，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兄弟姊妹，这就是国我的生命。兄弟姊妹，就要常常为着你的生命来祈祷，因为上帝若让咱收回伊的圣心，让咱收回伊的圣心，咱就啥物拢毋是。人我是一口气。对吧？古早人咱的时代，敢毋是甲咱讲，人我是一口气，上帝将这口气甲咱收倒去。真正，咱无外交，你是博士，你是大官，你是总统，你是国王，上帝将这口气收倒，你就啥物拢毋是。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来用诗篇51篇甲上帝讲，毋通让我收回你的救恩，毋通让我收回你的圣心。主啊，我虽然要得罪你，虽然我洗了嘛，还阁有一寡习惯改袂掉，但是主你若爱我改，想使我开来改变。我的换名是这个意思。人到北京，牛看到北京嘛是牛啦，所以古早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是事实，因为这叫做人性，人的本性。但是若有圣神，无这回事。若有圣神，没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保罗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活伫我的内面。兄弟姊妹，你愿意享受这种遮尔荣光尊贵，互你伫一生顶悬会当抬头挺胸，袂当来头壳累累。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讲互恁听。愿主帮助伊两正的路卜，伫我所解说分享的圣经，若无圣神真正咧做工，这话是空的话。主帮助咱，所听的是话，讲的听的，咱拢得到祝福。愿主伫今仔日伊将这样的祝福放伫咱的生命中，永远对今仔日开始。搁我的肉体真要紧，毋是死了后，有人会问牧师讲：牧师，若火化了后，迄个人搁活会安怎搁活？土葬的人会安怎搁活？火化的人搁安怎搁活？咱想遐尼济要创啥？耶稣若讲，互你搁活，你忽然肉体搁活，敢无可能吗？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所以这是一个真奥妙，咱咧讲的信仰的话，毋是科学性的话，但是伊无推翻科学，因为上帝超越科学。上帝伊若要讲是，就是；要有光就有光，就是遮尔简单。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今仔日的礼拜，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各我的应允是啥物？我无搁再做行尸走肉的人，各我意思就是讲，我无做有魂无体的稻草人。对今仔日开始，我是一个有主张的人；对今仔日，我是一个有是非的人。就事论事，搁再就法论法，伫上帝的面前，我无搁再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兄弟姊妹，你愿意做一个荣光荣耀尊贵的人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心除了圣经以外，有真侪2000年来做这互人尊敬的伟大老师。我真爱读人的日记。伫咱，我甲恁讲过一寡人，包括约翰卫斯理牧师的祷告。想使我一摆的当讲，什么拢无爱，敢若爱上帝；什么拢毋惊，敢若敬畏上帝、惊上帝。我要将整个英国的反转过来。今日牧师要甲恁分享。约翰卫斯理牧师最后目睭要闭进前，最后所讲的话，伊讲：主啊，我一生做你的牧者，做你的路卜，我的生命何等好得无比。这句话啥物人讲过？保罗讲过。约翰卫斯理牧师伊最后要死之前，伊嘛讲这句话。兄弟姊妹，用我伫今仔日的礼拜，甲恁分享几句真水的话。恁对后礼拜，佮甲周报摕出来读，读了后，佮背起来进入圣经，因为这就是信仰的见证。佮我对今仔日开始好得无比，呀，这你已经得到了嘛？你已经享受到上帝好得无比伫这个世间，无有一项会通甲伊比。约翰卫斯理牧师要死之前，伊讲：你的疼踮伫我的内面，这种的感觉。世间无任何事、任何物件会当安尼相比拼。伊讲：我立足在这个世界，这么浩瀚的星河，都在你的面前显为渺小。这样大的宇宙伫上帝的面前，忽然间比落去，这个宇宙显得渺小。好漂亮的一句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的圣心啊，踮伫你的内底，伊的圣心就亲像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的圣心就踮伫约翰卫斯理的牧师的内底，伊今仔日嘛要踮伫你的内底，你毋望这个圣心甲你三合伫底嘛？反正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我要亲像伊有的，我嘛要有。约翰卫斯理最后目睭要闭进前，伊甲伊身边陪伴的亲人讲：伫这个世间，我一生中间，我一生中间上宝贝代志，就是我的上帝甲我同在。兄弟姊妹，
你敢愿意甲上帝讲，伊有诶，我嘛要有。你若相信死的信仰是真诶，你应该爱甲上帝讲，上帝伊有诶，我嘛要有啊。我是毋是常常甲恁鼓励讲，你若有感动诶话，你来讲，伊有诶，我爱有。你若看过好诶教会，真正好诶黄尊敬基督徒，你爱讲伊有诶，我嘛要爱有，我无爱做糊里糊涂诶基督徒。伫这个世界上好诶事，就是上帝甲我三甲伫地。主啊，伫我诶心中已经无任何代志会当满足我。这句话毋是伊要死之前讲诶，是因为伊顶头生有一日伊参加一个查经班，伊参加一个查经班的时候，伊是一个青年人。上帝圣神伫伊个查经班中间，完全改变一个青年人的少年的John Wesley。John Wesley伫迄个中间，伊伫日记中间足清楚会记得讲，伫迄个瞬间，我的生命亲像火咧倒。对伊迄阵开始，伊的生命永不回头。John Wesley真侪演讲，伫19世纪、18世纪足要紧的灵命大复兴的一个，真要紧上帝的路步。伊不但改变演讲，伊嘛影响我的祈祷。我嘛甲上帝讨讲，主啊，我爱得当教会有100个当时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我真正用安尼为着得当教会祈祷。主啊，小主阮教会有100个当时的兄弟姊妹三听。什么拢无爱，敢若爱上帝；什么拢唔惊，敢若惊上得罪上帝。兄弟姊妹，咱大已经有100个啊，但是咱中间有几个人像约翰卫斯理，咱愿意甲上帝讲，主今仔日牧师咧甲我邀请，牧师咧甲我提醒，算我1分1%。虽然这间教会100个人中间，我只算1%，但是算我1分。也在你管理嘛？阮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独独互主耶稣基督搁我对死搁我的，互耶稣对死搁我，迄个人，迄个神，伊的圣神啊点伫恁，就要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我的，伊的圣神也要徛进伫恁的内面，互恁的身躯，会死的身躯，会朽坏的身躯活起来。牧师甲咱分享甲提醒。搁我对今仔日开始，有一日虽然咱嘛会断一口气，但是咱的灵魂要永远甲听咱的天父上帝三甲伫地，你相信吗？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对今生今世甲来世，咱享受主所授予咱搁我的活命，咱伫伊的内面，咱存出双手讲：上帝，你的圣神，请你来。亲爱的圣神，请你点伫我的生命中。兄弟姊妹，今仔第2个礼拜第2个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你家己的生命祈祷讲：亲爱的圣神，就是有主耶稣基督搁我的圣神，进入我的生命中。牧师讲无清楚的话，牧师伫讲道中间讲无了的话，亲爱的圣神，求你继续对我讲，特别是量身定做，没有别人听。是我个人要听的话，你相信上帝甲你量身定做，甲你讲情话绵绵的话吗？愿上帝亲自对恁讲话，较赢过牧师甲你讲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就是伊的圣神进入你的肉体骨化，互咱无搁再做行尸走肉。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你会记无？咱的身躯就是为着要荣耀上帝。今仔圣经的金句安怎讲？今仔圣经的金句讲：恁敢毋知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圣神踮伫恁的内面，就恁要对上帝所有的荣耀、权柄荣光、丰盛的活命，拢要得到。佮恁家己，因为恁是耶稣基督用极其宝贝的价钱所买来赎回，所以。恁就伫恁的身躯顶悬来荣耀上帝。兄弟姊妹，特别教会青年，洁身自爱。咱的生命是上帝荣耀的器官。牧师毋是要甲恁做道德教训，毋是。牧师要祝福恁伫一生中间充满那种圣洁、荣耀、洁身自爱。洁身自爱不是一种规矩。
洁身自爱就是讲，亲像你买着名牌衫，你无好无容易用几啊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件足爱的衫，你甲迄件足水的衫穿伫你的身上。洁身自爱就是上帝将一个真荣耀、尊贵的生命。我顺便甲恁鼓励，你们很珍贵，你们很宝贵，你们可以很漂亮，你们可以很有用。你讲牧师，你敢若咧甲我鼓励吗？不是，你若相信恁伫上帝手中，你知道上帝会怎么改变你的生命吗？不要问牧师，你问上帝。兄弟姊妹，我相信每一位伫上帝手中的生命，伊若有改变，绝对不简单。为你的囡仔祈祷，咱做伙老人甲囡仔做伙学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不再做行尸走肉，咱伫伊的面前第一，拥有一种悔改、重生、顶头生，搁活的身躯，晓得？咱逐日咧身躯，但是咱有洗咱的心嘛？咱逐日咧洗身躯，换清气的衫，但是咱有改变咱的想法嘛？有改变咱的习惯嘛？人改变人就困难，特别人要改变家己就困难。但是当上帝若感动你改变，你若讲阿们，上帝要互你有开力改变。徛伫恁的面前的我，嘛是这种的经历的人。我嘛捌有习惯的软弱，我嘛捌有做毋对的代志。兄弟姊妹，连总统嘛会做毋对代志，连总统嘛会做迄个真垃圾的代志，更何况咱？所以兄弟姊妹，不要看轻自己。愿上帝赏赐咱感动、快乐、能力，搁有伊将伊所有的荣耀穿伫咱的身上。咱的灵魂比所有的名牌搁较名牌，咱的灵魂比所有的名牌搁较名牌。只有那个没有信心的人，他需要虚张声势，伊才需要派一个科技啊，毋是科技，是科技哦。人就是有一个虚张声势，派一个某几种名牌，伊出来行路才会有风啊，感觉啊，他的家世是不错的，他的背景是不错的，他的经济能力是不错的。这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伊根本唔免派啥，伊摕啥物，大家人拢讲迄是名牌啊。兄弟姊妹，咱是名牌啊！自从咱活伫这个世间，上帝创造咱，咱就是名牌。兄弟姊妹，咱毋是听牧师讲笑话，咱是听上帝圣心甲你讲，我所听的件事，你很宝贵。我要将我的荣耀放在你的生命上。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也祝福这间小小的庄稼的教会。有一本册代表一个牧师，以下的册名叫做《最大的小教会》，全台湾最大的小教会。虽然是足小间的教会，但是是全台湾上大间的教会。我很喜欢那个书名啊。迄个牧师讲，阮的教会虽然足小间，但是若有上帝遐尼伟大存在，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小教会。兄弟姊妹，你是全台湾最宝贵的基督徒，阿们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不再输血气，因为咱若个伫血气中间生活，无愿意改变，上帝圣神就要离开咱。这就是卫斯理伊最后临终的时阵，伊讲上帝力量若临在，我就感觉这个世间无任何荣华富贵会当把上帝比下去。我的上帝是袂当比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尊贵珍贵的，无啥物当换的。所以耶稣嘛讲，这礼拜讲甲真敬虔、真神圣，主啊主啊主啊！伊讲无拄拄逐个人出声学了讲，主啊主啊主的人，伊将来的确拢会当一定就天堂。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手结心亲，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摆，甲咱洁净。咱也是主耶稣的宝血。今仔日的功课就是大卫包神讲身体的神学，你要了解你的身躯、你的活命是不能随便的。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咱的身躯是耶稣基督用活命的代价。用弥赛亚的活命的代价，伊讲是重价赎回的。兄弟姊妹，咱伫这世间的价值是袂当用钱来比。愿天父上帝互咱慎重、尊重你家己，伫你生活的中间，主帮助你。伫今仔日你听到的礼拜不是责备，愿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你所听到的是一个邀请。上帝讲：我所听的囝子，我所听的查某囝，我要将这世间上界有价值的活命放伫你的手中，你袂无？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我愿意。亲爱的圣神，请你进入我的内底。亲爱的圣神，求你踮伫我的生命中，互我做基督徒，毋是出一个喙，互我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圣洁、有尊贵。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讲：恁爱安怎过基督徒的生活？恁爱好好照顾恁的行为、身躯，因为你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人看到恁，就看到主耶稣的国话。一个真出名的英国的另外一个哲学家，伊叫做路易斯，伊写真侪小说《纳尼亚传奇》，就是这个作家。伊讲这句话。伊讲：如果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上帝要将你生命中间上界污秽、乱俗、肮脏的部分，伊要给转化成为不朽、永生的存在。伊伫一系列的电台的讲道中间，伊讲一个主题叫做“全然货真价实的基督徒”，英语叫做 “Mere Christianity”。路易斯这个不是牧师，这个基督徒，伊伫当时世界大战的时阵，通过电台的传播，安慰真侪的人。伊讲这句话：你如愿意，你若愿意，亲爱的姊妹，你敢愿意让上帝改变你的生命？或者你敢愿意让上帝改变你的生命？伊继续落去讲的下半句话，伊讲。当你若愿意的时阵，上帝要将一种难以想象的生命，跳出所求所想。保罗讲：目睭唔捌看，耳孔唔捌听，连想象嘛想象袂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路易斯这个作家就是讲这句话，一种难以想象的生命。主啊，我虽然未看得。虽然我落地空空，未堪得对你来买这的祝福，但是你想事世间人敢不是白白的稳定吗？阿门。求天父上帝在咱的生命中，想事快乐、喜乐、智慧，上帝圣洁的听，在我们全身上上下下跳跃。上帝将这种的雀跃的生命放在咱的生命中，这就是今仔日的讲道，嘛是兄弟姊妹。都爱到圣经的祈祷，主啊，我将我的身躯献予你，将我的生命交给你。主求你保恩我收回你的圣神。主啊，求你伫我的内面，甲我做清洁的心，互我有正直的心。兄弟姊妹，上帝祝福你，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阿门吗？咱哪拢换新，咱教会都拢换新。是旧犹原是新。愿天父上帝伫今仔礼拜大大伫恁的生命中间做工。愿亲爱的上帝荣耀尊贵上帝，大大伫这间教会做工。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的上帝，为人定死伫十字架顶悬的主耶稣，互四个我的圣神，
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求你甲阮三甲地地，互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拢伫你的面前幸福。对你讲，主我愿意，我愿意将我一生交予你。我无搁再回头看我过去，我要向前看上帝你，甲我准备一切尊贵甲荣耀。主，互阮多多看到你的准备超过这个世间。啊，愿你的圣神赏赐阮有这种的智慧甲能力。主，伫这间教会，伫阮的家庭，伫每一个阮的囡仔，主你保守因、照顾因、改变因，互因对今仔日开始，因的荣耀甲因的美丽，毋是化妆出来，是真正上帝你的荣耀甲美丽踮伫因的内底，互因知影，其实因已经有够水啊！主啊，互阮知影，你所赐的生命是一个咧听候阮，是一个有价值、有恩望的祝福。主，阮恭恭敬敬伫你的面前，将阮的心往里拍开，求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做工。我咱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命，阿门。这就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应答上帝听。圣诗273首，恳求天父甲阮大，每日看顾保护我，教我圣洁佮诚实，互我行为为正直。请咱起立吟全首。我
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耶稣听你好不好？耶稣听你。来用基督的心来吟这首诗歌，愿这首诗歌带予伫网络中、伫圣殿中、伫每一个较无处稳定的咱的兄弟姊妹，愿做听，伊的福分充满咱。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在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现在这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当阮吟这首诗歌的时，充分表达阮对心中的感谢。主耶稣，你的听是阮生命中间最奇妙的开展。你用听改变阮，然后提醒阮成做你听的记号。主，阮彼此相听，乃是因为你先听阮。愿伫你的面前，每一摆吟这首诗歌的时，拢是期待阮的身边、阮的亲人、阮的教会兄弟姊妹，拢会当活伫幸福的中间。愿主耶稣，你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带阮进入你光明的国度。专为着心灵中间有看路、
病痛，心中有惊吓，阮的兄弟姊妹，阮的亲人，愿主你进入因的心内，互因知你顾守因。至圣的天父上帝照顾阮教会中，阮中间，阮的士大，阮的长辈，互每一个年长的阮的士大长辈，因的生命得到上帝你的恩待，每一日拢活伫充足、轻松、健康、在我脚步，主你保守因，每一天稳定换新。主你照顾阮的士大人，互因伫上帝你的保守中间出入平安。每一日拢得到上帝你圣神的同在。主啊，嘛为着阮的教会出外的囡仔祈祷，求天父上帝照顾怡轩，照顾爱玲，照顾恩君。主感谢你带刘一鸣倒来到阮中间，阮伫你的面前也感谢你照顾佩奇手术了顺遂，嘛感谢你互回应这甲倒来伫教会甲阮做伙做礼拜。阮伫你的面前也为着母恩尽容祈祷，求天父上帝照顾母恩，特别是伫伊的砍扫，就是伊的细胞，主你照顾伊，互伊紧紧恢复健康勇健。主阮伫你的面前，奉主你的名祝福因，愿你的平安甲因撒甲伫地。祈祷我个所有圣尊名求，阿门。咱下边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好无？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生日快乐！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伊恩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祝福，伫伊过来一年，你天天将伊的生命的杯用出你的恩典，大大来祝福你家己的囝子。主愿将伊交伫你的手中，主愿嘛将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你的恩典的圣手。主互因伫生日。额头、额目仰望你的时，因看到上帝你慈爱的面容，也对你领受，你甲因准备生日礼物。主量身定做祝福，伫因过来一年中间，天天供应因所有一切需要，特别是于恩的身上，和伊的成长，和伊的求学，甲和伊伫生命上所学习许多奇妙的功课，拢会当得到祝福。主，阮伫你面前恳求你照顾阮中间即礼拜生日的义晨姐惠美，阁有婷宇，阁有心怡甲仁圣兄志明，甲婷珍，阁有张慧茹姐。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互因伫生日的时来到你施恩座前，领受你的恩惠，做因的祝福甲及时的帮助。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刘一鸣来头前啦，咱为他做感恩的祷告哈。真紧一年底哈，在德国恁若有机会在私底下，伊若有甲恁分享他今年的收获哈，咱真欢喜得来哈。我们来为他的感恩，献上感恩。主啊，伫你的面前感谢你，赏赐刘一鸣有一个真特别的机会。一年的时间，讲长无长，讲短无短，但是在这年的中间，这是你予伊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过程。我知影，这年绝对不是偶然，这年也绝对不会白白度过。我们用你的性命将这过去的一年，亲像一粒麦子，交伫上帝你的手中，祝你互这过去的一年的经历甲学习，会当利益到你的囝儿伊将来的人生。阮将刘一鸣交伫你的手中，为着伊对你所领受这个宝贝的机会，来献上阮的欢喜的乐乐甲感谢。阮恳求主你继续带领施恩祝福，伫伊将来对家己人生的期待，主你的圣神甲伊带路，主你甲伊陪伴一条你所欢喜的路，也是伊所期待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阮安尼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加油！咱姊妹，咱还阁有3个囡仔伫国外吼，就是迄个
林怡轩跟庄爱玲跟庄安君，咱继续替因祈祷吼，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天父上帝赐阮祝福。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请兄弟，即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顶周的聚会，主日礼拜出席77人，现金6580块；主日学11人，现金290块；祈祷会5人。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日早4时9点半伫教堂；祈祷会拜三暗8点伫礼拜堂；联合礼拜。即礼拜咱有联合礼拜，拜五暗8点伫礼拜堂，欢迎邀请兄弟踊跃出席来参加。查经班拜六早起时9点，暗时7点半伫线上，咱有查经班。圣港服侍下礼拜聚会，请乌素基长老，领诗请青少年团契。司琴请刘一鸣兄弟，司宪请张世昌执事、郭依玲执事，爱餐请尤丽芬执事。神间讲的读经，请咱照这顺序每节来灵修。具体交通第一，咱本年度的野外礼拜要伫8月17号礼拜日要到伫台南新学院举行，机会真难得，为着要安排交通。保险甲餐点，请咱赶紧来报名，会当用义诊来报名。第二，7月25头拄报告拜五暗宜林区联合礼拜，伫咱的教会请兄弟姊妹出席咱爱献诗所以咱邀请更较侪人来参加咱的诗班来献诗，来接待咱宜林区的兄弟。第三，7月26下晡2点半，幸福到我家这个月咱要到李秀媛姊妹的厝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四，任何兄的家庭。第四欢迎刘一鸣平安倒转来咱的当中。咱向上帝献上咱的感谢甲懊恼，愿上帝继续带领伊头前的路。咱继续为着生日的人来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出入的，则用过继人员来更正。代祷的事项，第一，为身心欠安的兄弟，以及为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二，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代祷。第三，为着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第四，咱嘛继续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林怡轩、庄爱玲以及陈恩君代祷。这时，请咱三甲来吟上行圣诗509首。上行圣诗509首，阿老天父万福本源，关联极大，仁爱昭诚。阿老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全。请咱起立，全首，因此煞请曾老师作祷。
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遮济，灭得必会。